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仲一群阿權妹。嗨，各位觀眾朋友，有看到今日的影片有冇？有一張福喜來下面有一個 live 了，冇錯，也係你係現場直播哦。故說一個時間阿權妹就會來關心一下各位觀眾朋友嘅廿一部嘅吼天使簽簽嘅進來進去，故說大家愛獨做假掉散夫哦，因為天使真經進來進去呢。好，講到阿權妹大家注意阿權妹係苗栗人啊，苗栗人啲苗栗有當到好山好水好料嘅素材。唔過呢，雖然你苗栗有當到，比如講當到發家，像是江龍芳江老師，還有當到作家、藝術家，有按好嘅人才。唔過你啲苗栗唔正經前面都一張素材。是我們固定的聽點的一隻表演，一隻展演的創作夢。其實阿權妹係身為苗栗人嘅，老實講，係真嘅唔係要按呢一個素材，不過也下你要按用嘅一隻素材了，也下出來同大家來小見你苗栗客家學院咯，今日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佢係你苗栗市施工所客家文化科嘅湯美丹姐，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湯美丹，有閒大家來苗栗材料打嘴鼓。好，分享美丹姐哦。稍後了，接下來分享你苗栗縣觀光協會古老師分享。天使面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都顧延水，有閒分享來苗栗了。真見嘅，因為我來同大家小記之後，來分享大家來到你苗栗了，韓國基本你抽到鴉片的散沙全部就係苗栗人，錯冇？真嘅，古時候剛剛你見講到嘅苗栗客家學院，它是貓里客家學院，它其實有那麼一張名嘅，叫按到小院。昨天來同大家小記一下，要知苗栗客家學院其實用嘅呢一個素材冇？觀眾朋友一下介紹苗栗客家學院哈，為什麼叫做小院？因為我們旁邊有一個大院叫做童話公園呢客家大院，所以有的人會跑錯地方，所以呢我們就把它定為是小院，好，它的格局比較小。佢下頭嘅苗栗市嘅太平堂，講到太平堂，大家一聽到哈，就係以前的兵營。之前兵營呢撤走之後，就比較沒那麼熱鬧了。所以因為客家苗栗人嘛，就當到客家人。邱市長對客家文化傳承推廣一直都當用心，對，佢係 Q 兵營，所以我哋就把它閒置空間再利用，再把它打造成為一個新的據點，叫做貓里客家學院。其實有隻素材已經成立有5年咧，不過阿權妹講起來當排聲嘅，很真嘅唔一樣嘅素材。我相信可能當到天使你前面嘅觀眾朋友，可能咩係苗栗人，不過其他的可能咧唔一樣。故說我係掃描去看了一下，要將苗栗客家學院嘅素材，它就是在那個聯大頭前這條路有嗎？叫做尖峰公路，對不對？有人講說，台13線。台13線，尖峰公路台13線這片，聯大第二片哦。你要向這片向銅鑼這片來行，對不對？就在那個地方。好，這個素材真係一般不會路過的地方。因為佢頭荒的地度，對，因為大平頂以前係舊營區嘛，那它剛好在巷弄裡面。巷弄，說真的，很多人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找到，所以我們一直極力的去活化推廣一些發通，等大家來認識呀貓里客家學院這個地方。故說這張素材再來同大家講一下，佢頭擺喺邊樣，佢又係愛變做一張傳統工藝推廣嘅素材。故說佢嘅外表啊，可能會有些改變，也係各種用嘅。因為佢係 Q 平陽嘅宿舍，那剛好也很契合它的整體的建築，跟傳統的客家建築很像，就是三合院。所以我們整個營區並沒有打掉重建，給它修建，修建成為三合院的概念。所以傳統的概念呢，外觀上係黑瓦白牆。黑瓦白牆，我覺得有非常文雅的感覺。沒有木炭，所以以前細細頭給木炭烘搞了，安尼，對。
就外观上这样子。哦，古时候你讲到亚美里客家方言，它是一个算是教授搞好呀传统工艺的一种素材。除了鸦片有搞好以外，可能没有一些类展演的空间。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因为其实出外地没有你唔单抢亚种素材，其实有懂得地方有尽量讲想要来推广亚种客家文化老传统工艺，想要来推广。那是不是也有跟客家大院？韩国有一个叫客发中心，就是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来合作。那他们是怎么样进行他们之间的连接？因为刚头跟观众朋友介绍哈，位在台13线往铜锣的方向，所以呢，我们整个的串联就是以活络台13线的概念来操作。那我们刚刚那个阿 King 有讲，给文化中给。铜锣的客发中心，它是一个文化资产的典藏。那猫里客家学院有传统工艺的体验，所以这个2个馆舍是在做串联的。串联就是说我在客庄学院客家学院这边体验，对啊，喊歌我要去客发中心，可以看一些史料啊、文献啊这样子，对。就是可以活络这个台13线这个概念，这样子。唔錯。古時候你愛啲廟里客家學院來學習，上來佢哋都有按到乜嘅搞好按到乜嘅東西呢？有哪些傳統工藝？講到廟里客家學院，18年就成立了哈。我們定調學院就是像以前說的小學堂的概念。對，所以廟里客家嘛，我們第一個要跟那個傳統工藝做串聯。所以這邊我們從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就以研習為主，好像藍、陶藝、產髮、手工紙。產髮係乜嘅啊？就以前有ceremony嫁娶的時候要怎麼去自己做一個自己的頭飾，那也是我們傳統女性一個美德的展現，這樣子。產髮，對，還有陶藝、藍染這些按斗全部就有。哇，古時候有按斗工藝嘅方式來搞好本大家，聽說咩有動斗冇佢用嘅形狀來搞啊？要按斗嘅形狀，愛啲那片牆來啊？其實鴉片喜長就是我們在地的藝術工作者。係明啊！一開始就講誒，你沒有你這係人才動到啊，包含阿 Q 妹藝韓國鴉片順通兩位全部就係冇啦，兩位係阿 Q 妹藝唔係啦，全部就係沒有你菜地嘅欣賞。對，都是在地的。對，古時候也有菜地嘅欣賞，搶佢來搞按斗東西。錯冇？呀哈已經係第5年咧。其實除咗要搞好按斗傳統工藝以外，第5年還有新的方向，對不對？對。營運到5年了哈，我們今年定調為旅遊年。對，從100年到現在，我們不管是土地度開研習班。好，然後也走出去戶外跟社區學校做串聯，然後跟節慶做串聯。那我們也希望說，今年我們試圖的週6、週日開館營運，好，給富區內外地的那個旅客做的旅遊片抽聊聊，來借此來認識客家文化有乜嘅，然後來這邊做體驗工藝。這個是不斷的就是今年比較推動的輕旅行。頭擺係冇2年係冇開放嘅，冇開放。古時候可能就像半天年啊，有限的時間，可能會過去走一走。但是因為2年可能將是比較主要有外地的遊客來嘅時間，點都三冇開。不過今年開始就有開嘅，錯冇？韓國也喺你頭前有看到按斗東西，是不是就可以給外面的旅客帶回去當紀念品？對。像這個啊，我們就是我們的每年的一個文創商品，對，然後這邊也可以讓那個旅客來這邊陶瓷彩繪，就是旁邊那個白色衝浪那東西，它叫做廚師蛋，對，廚師蛋結合陶瓷的一些工藝，然後這邊用到那個3廚的底度可以廚師的廚師蛋，然後又可以 DIY， 對，可以畫自己想要的東西，就是客製化自己。韓國腔人係沒有看到一隻當地人像誒，這個
小蓝山。小蓝山对，这些其实是今年的文创商品，对不对？对对对对。今年在猫里客家学院这边的文创商品，就係各位觀眾朋友，假使你哋嚟到苗栗客家文化學院來呢邊來行聊聊啊，你做哋看到，你做哋來體驗到工業課程，還做哋留意按到嘅東西帶轉去。其實唔單槍按嘅，客家學院唔單槍有按到課程愛教本大家，其實佢還有今年嘅特別嘅主題哦，韓國主題以外，家下講到嘅輕旅行，還有當到旅行嘅行程，我嚟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節目現場。好，歡迎進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福喜來愛同大家來紹介苗栗一隻蔬菜佢做得做乜嘢呢？佢做得學習當到傳統工藝，韓國佢做得要當到呀文化，韓國藝術咧展現咧一隻場所，佢就係呢個苗栗客家學院。好，剛才有講到廿一餐咧今年佢都推出嚟這個旅行，以旅行為定調來做他們的主題啊，唔單止有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是輕旅行，韓國有一隻成果展。跟下先講今年定調這個部分，旅行的素材，就會來請到這個古老師來同大家紹介一下今年的旅行啊，是一個苗栗市的輕旅行。苗栗市就按你寫在一類說的有按到乜嘅素材做得搞，韓國糖貢，蘇到同到愛天然的分享哦。接下來請古老師同大家來紹介。好，各位朋友哈，大家都來過苗栗，但是講實際上來苗栗可能就去南莊、太湖，當時人直接來到苗栗市，也擺辦嘅活動哈，邱市長特別重視講，我就從苗栗市來出發，故說也擺安排嘅行程地擺啊，哈，從苗栗山開始。苗栗山佢樓梯名都將軍山，對，將軍山，對，佢日本人來個哈，哈，叫我叫將軍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佢來過苗栗，故說叫做將軍山。但是光復以後啊，因為希望講日本人呢名我改過為了紀念羅福生烈士哈，羅福生先生佢係苗栗讀書，他佢出生的地方係印尼雅加達。佢咩苗栗人啦？哇，古老師呀，你咩底哦？佢都苗栗讀書，但是人哋紀念佢哈，故說就按到福生山、福星山哈。對，這時間就很比福星山。故說講很福星山，你就有30-40歲；很將軍山就有50歲。係很苗栗山就20空歲嘅人哈，其實我們苗栗山。故說苗栗山入面當一道紀念性嘅東西，有嘅像嘅貞節牌坊。對。也有紀念性，嗰有忠烈祠，嗰叫同志橋咧綠楊嘅場地，嗰有啲嘅片綠楊歌，嗰烤肉哈，學生嘅烤肉嘅發通嘅地方，佢呢度種，故說佢一擺我哋安排哈，喺我觀光協會來合辦啦哈，佢主要主辦喺施工所來辦，係，就喺施工所來主辦有隻旅遊嘅有隻行程，好冇？我哋就合辦。苗栗觀光協會來合辦，合辦的目的就講來推廣苗栗的觀光，因為我哋協會有260會員，那理事長係香港哈，佢係泰安館的董事長，江德利先生，係我理事長，佢說要擺辦呢個發通的行程地擺，親屬的分享嘅哈，除咗係個料嘅地方，嗰就係食嘅地方，食嘅地方，喺啲哪片來食東西？苗栗南面嗰個水上人家美食街啊，有這片三角公園，這片順頭有，現在有2個牌坊，三角公園啊，這一條彎彎的路，錯冇？有2個牌坊，那個牌坊就是客家美食街的牌坊，對不對？個地方哈，主要搭建就做東西冇同樣啦哈，像佢有一間係專門做鴨王嘅，
阿汪的国语讲鸭血，鸭血，阿汪糖吼，跟董后色哈，过有水晶饺，客家人的水晶饺。哦，跟水晶饺，东点全部卖水晶饺呢，跟你会同给那个来玩的朋友们，会同佢讲会生哪一点呐？我来讲，茶档红做讲啊，也就天时上吼，人就讲介绍讲普遍性的啦，哈，过有个小肚头。哦，客家人吼做小肚头以前吼，真嘅，老西沈头又冇嘛重要哈，但是有点炖西沈，但是没有啲买个小肚头，过有个台面啦、米粉啦，炒个台面、炒个米粉，亚拜pan的发通啊哈，输到人家欢迎诶。佢特别讲，人苗栗的东西又便宜又好食。真嘅，嘅一台外面阿佢冇食就食唔停，你食唔口聽聽咩？你食唔口，個糖章35蚊元哈。哦，杭州的無限加糖。對，那個糖是在杭州的價哈。哦。比如說100個元啦，就10檔包，哦，就非常那種貼近。超值，超值，全民拼经济的时代，非常超值，对不对？韩国有懂得啊，像有馄饨呐，还有嘛该有一家还专门做馄饨然后霸丸啊，对，霸丸那个 QQ 的皮东后是安诺波油，然后给那个油有勾油一下哎，所以那个亮亮的。很好吃，对不对？韩国除了鸭的以外，后面还有其他的景点，都会同大家来分享。一般的施工所哈，有时候佢特别重视讲推苗栗的讲苗栗隧道哈，中华讲有人讲公维系隧道，你实际上讲名的很多苗栗哈苗栗隧道，它因为在1903年完工的时候，有跟日本的总督哈儿玉源太郎，有提三角丝啦，提了公维系。咁目的就希望讲也较顺势，也到农做好嘅吼，交通各方面较顺势。哇，你呀相片后有看到，天视有看到呀相片动奖，有动到彩色的灯光，对不对？佢有到90米延长装嘅哟，佢也87年噶哈吼，佢虽然讲也做8公年嘅啦，87年佢铁路天气化咩，爱送线，也系单线嘅龙。哦，嗰時候就冇用誒，冇用咧。民國87年嘅87年冇用哈，到92年，嘅施工所又到嘅交通部，好神槍前來把它活化，好，嗰個特別裝誒嘅七彩的電燈啦，哈，美霓虹燈啦，嗰個結束牌啦，哈。過路的嘅鋪頭也全部都改善。對，現在旁邊的那些小水溝，其實它把它弄成一個生態工法。那個嘅下工做的第一個片，全部就看得到東道，環境規劃都變好誒。我還記得我爸爸帶我去的時節，他就帶我去走那個公維序隧道。其實人係講啊，頭擺哦，假使要在龍啊，假使有火柴愛過，人都地方用個啥？我給看到那個龍，它中間有一個凹槽，有沒有？我看到嗰片，按你火柴嗰陣間唔可以本佢衝到。因為台灣交通吼唔方便啦，廣東因為行嘅火柴龍，因為佢較平，又較車頭，較強。你講邊個嘛？個毛里山吼較遠咩？佢開東西嘅嘢就吼較重嘅吼，其實我行嘅火柴路，嗰座鐵路橋到個特集體後個龍地擺，差唔多按10公尺左右咋。你講嘅空嘅啦，面做到空嘅地擺，吼，喺火柴國家做空嘅地擺，係較安全。嗰時候頭擺你去要當素材，可能就會行過去，看嗱哎呀，還有動到七彩嘅燈，可能就行過去，哇，很正，哇，很正。唔過假使你係有來參加要到輕旅行的旅程，是不是就由你做嚟同大家來講解一下這個旅行的這一些意義，對不對？有，因為一下來講，人家當多，禮拜六、禮拜日差唔多有1000台。遊覽車，去到公維序隧道也片安多年。禮拜日平常有200人台，也有地擺嗰啲喺啲休閒山，叫我用馬表山，嚇，叫當山馬。嗰個地方最近啲山都喺全國台啊，嚇。哇！也係講苗栗當特殊嘅地方。真的，真的要推薦給大家，公維序隧道呀，它真的是一個。去苗栗一聽而去必拍照、必打卡，一定要上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對不對？很漂亮。喺講參加施工所旅行就有拖欄，哈，有拖有天數技術，按樣來唔將地講來呢特別了，來目的哈，個地啊後尾故事，嗰個歡迎哈，大家係有時間就來參加一發通係親好啦。要不攀呢發通啊，吼時間。係乜嘅時節？呀，禮拜5到禮拜6。哦，4月5號、6號。哦，5號、6號。跟杭州的報名冇？
哎，难免哈，但是讲唔做得备取哈，还永远唔会来，临时唔会来，唔做得参加啦。太受欢迎了，不过但是外面人哦。但是外面人哦，也要无想到讲外面按用药哈，台南哈，台南、台中、彰化、台北，全部都外地人。外地人较多，苗栗人有80多名，但是外地人。哇，鼓手睇下做做啲地好，像喺苗栗人啊，一條素菜嘅可能有像温體有用嘅戲歌啦，但是其實有的素菜是很受到外地人的喜愛的，懂你甚至連外國朋友係唔係都懂好，對不對？因為這個我們也沒有想到按書繁養哦，又想說今年試營運，就是開了4台車這樣子。那古老師也很盡力的幫我們push，對，跟公維序做結合這樣子。因為公維序同苗栗客家後援其實是隔壁鄰居，所以我們都是屬於苗栗市公所的一個管社管理的單位。我們是希望能夠活絡在那邊，讓他們不管是產業或是一些景點，能夠再串聯起來這樣子。也按到景點嘛，大家假使講唔係苗栗人，其實都來到一片地安用嘅來移動，他們的交通方式係乜嘅？哦，喺冇坐遊覽車哈，你如果坐到火車站，這樣坐巴士坐到南邊，做近嘅啦，到南邊行上去就近啦哈。古時講喺講參加一個旅行嘅話，我哋就要專車去火車站，就較方便啦。有專車啲苗栗來旅行啊，按就會較方便。喺假使冇就盡量去架視察誒，也係講啲苗栗你係有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做得來帶大家出去各個景點來行聊聊。韓國啊，也拜苗栗客家後援唔單止有這個輕旅行以外，你還有展演哦，還有懂到成果展的部分，我小姐同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來分享。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都愛同大家小結係安利苗栗客家學院。家下安利啲上兩段節目地都啊有講到，大家做得同一片共下來出去了，有這個輕旅行的一個活動。除了輕旅行以外，其實安利還有成果展哦。也把成果展的名字聽說就是美丹姐想的。叫做貓里好慢活客莊好生活成果展，做乜解會按一咁樣呢？我們每次都開工，都年終的時候，我們都會辦一個成果展，大家的主題都不一樣。那今年我們邁入第一個5週年那我都想以旅遊年的概念來操作，所以那時候在布展的時候，佢都給展間看。我想把它名啊，並給定調哈，各位又要符合整個氛圍，所以我就開車的時候，每次在想事情的時候，都是在開車或者是在洗澡的時候，就會希望都有點靈感。那就是開車的時候想一想，貓里好慢活。貓里本來就是很近的一個山城，對，所以整個展間，我希望跟我的夥伴們就是呈現一個山的概念，它是很寧靜的，所以我的成果展的海報裡面就寫了一些比較文青的語調，就是綠色的山，我代表的是希望苗栗的山城是充滿着希望。來到這邊，不管你是丑撩撩啦哈，這邊居住啊，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對。那藍色呢？因為我們推藍，它給我一個客家的印記，烙印在我心裡。然後陶藝是我們土黃色，特別客家人的樸實的感覺，這是我給我的感覺。這2件工藝品給我的一個感覺。對。那金黃色的柿子它柿子收成了，代表我今年的一個成果是滿滿的歡喜跟大家分享。哇！那現在又入冬了，馬上又要更替了，新的想法又開始。那苗栗客家學院其實它都是在山上。
对，那是代表一个山城，一个母亲的怀抱。希望游子有空啊哈，做了苗栗丑丑撩撩，毛利客家学院大嘴鼓，提醒我，生命苗栗嘞，在外飘荡的游子啊，快点回来吧。对，该叫做希望卡。对，古早假使爱转到苗栗，爱上爱来看亚白的成果展，亚白成果展在这边展览的创作者都会卖你啊。哦，这个作者哈，其实我们都是学员哦。就是这一次学员每年的学员的主轴都不一样，都是他们的设计作品，就不同样。今年代表的轻旅行，所以就会有那种背包啊、帽子啊，对，然后就会一些作品呈现给大家，就是跟轻旅行的概念多搭配这样子。那游客来这边体验轻旅行，体验展览，对，然后还可以分享我们学员的一些成果。学员听说学员唔单唱有 Andy 美丽菜听你，对，还有东燕的手菜抽飞机来的哦。对，他也是对，去参加多年，佢大概结束的时候就会话讲，他摆回口的时候，一听我线都爱转。回国的时候啊，我说我一个压力很大，好像这种时间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可是他每次都很奇怪，都很能够找到我那个点上课的时间，他就做好了。上完课之后就然后做一米个流啊，他再通知我。对，哇，他们很爱这种东西的人，他就会一直关注我的粉丝专业啊，这样子。等我来送口的对。哦，刚刚有讲到除了有蓝面，还有很多传统的工艺以外，还有一张看到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太敢填标题，唔记得东久哎。但是其实它在苗栗一直都有。它是我们的陶土的工艺。对不对？怎么该爱 TPD 啊片来发展这个陶土的工艺？基本上毛利客家学院它主要传承客家工艺嘛。那我们刚开始是以展览为主。今年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将陶也能够拉进来我们的红烟里度来推广。因为台北就讲苗栗陶，其实陶土其实是曾经很风华一时的，不是只有莺歌有陶啦，只是说莺歌它可能有一些游客在炒作或是怎么样。那苗栗的陶，它的土质也曾经受过日本人的喜爱。真的，爱去噶因为爱特别出外景的时间有真的去到苗栗公馆这片的山头，我们真的就是去找到可以挖到天然的陶土，肥奶那个奶的手材，然后去碾这道奶拿起来，它真的是可以塑形的。它就是真的就是粘土，它只要待着去经过一系列处理，把它的砂石过滤掉，它其实就是非常好的陶土，对不对？其实苗栗以前的肥奶是董有名的，错冇？系因为苗栗吼有炭矿，将奶迄都浓度方打出来。哦，所以其台湾炭矿哈，其有大炭的咩？讲面当黑细沙做玻璃的，它底下就是粘土，对，所以是轻大钱的黑跟奶，跟奶更大钱，比炭的更大钱。菜地就有诶呐。不过苗栗新主要做嘛讲，其发展也投资我较有名吼，其迄由日本人来搞，各位泰国的福州师傅来搞，给两种文化。福州师傅搞很多手挤胚，就做很多酒王酒瓮。那个日本人搞做手拉胚，就是我们擂茶的那个擂钵。那加上讲苗栗有天然气，好，就讲的瓦斯，对，要全台湾就苗栗清显有瓦斯，也就用台北叫液化瓦斯，我们是天然瓦斯，要木工用的故说提供燃料也有那个原料也有，土也有。重点是我们连需求都很大，做嘛该卤咸菜呀，暗光做暗光那个你像就讲台湾那个公卖局大概90%是苗栗产的。那个酒瓮，古早的你呀，陶瓷这个陶的通肥，你苗栗当初有一项算系你的产业
咩安利的文化从哦，韩国主题呀，银啊呀，有刚刚有讲到有蓝染哦，韩国有陶瓷业哦，韩国一直动村有的，韩国迄动到没有你菜地的形象都抢定我去送的课哦，韩国那个搞课的形象非常的有名，咩迄日本人的偶像，黑曼人。也讲起哈，小林姐，我们有开了那个客语口说艺术练功坊。哇，对，有没有去上课？哦，很抢手。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练口条，肢体。孙莎有投给小林姐，孙莎练给客家母语啊。对，大旁条，对，大家作家呗，错冇，佢冇按简单，数爱同，韩国最又爱同，闹音又爱同，又背稿子，对啊。对，这对小朋友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协调训练，对不对？在每次报名的时候都是满档，就是也有其中上课的朋友们有个新住民的小朋友哦，哇，我也很讶异啊，因为他妈妈是印尼人，然后就是学校有推举他过来，然后我说哦好啊，那他是新住民，对那客家文化按热情哈，心情我就本意，所以你们当努力头嘅好啦，对，然后也今年还特别就是因为说以前是儿童练功坊，那现在变成说老师听到了，客语新传师听到说啊，是讲说你说妈妈同学开新传师的呢，老师班，对，我说哦好啦，跟一个讲机就讲哦好啦，我不就本金等你来上课，所以今年的课程迈入第2年哈，有小朋友的，然后有客语新传师，比较特别就是阿婆先报名。阿婆先报名，给客语新传师，然后佢就打电话本来讲，童小姐啊，佢写啊，应该孙女喊写哦，像我来报名做对嘛？讲小学1年级，我讲太小了啦，那个字都认不出来几个，要怎么对？结果他是全班最认真的一个，对，生以来他的记忆力、记性懂后，非常会背东西。对，然后打主板都特别给懂厉害啊！我们预计12月10号要去客发中心成果展，就是文化中心这个地方。他就说同阿婆同他讲旁头一段，小林姐讲正经的嘛，讲正经啊，我去好好的练习背起来。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祖孙的那个表演。真嘅，冇錯。故說剛剛講嘅係12月10號，12月10號有一張這個口說部分的成果展。對。那這一次的貓里好慢活客莊好生活的這一次的成果展，又係乜嘅時節？再跟同大家講一遍。對，頭3月初6開始都是1月30號。我們這個展期蠻長的。對。其實就是要給一些外地的游客搭配輕旅行，來觀賞這樣子。那我們是週一休館啦，週一休館。故說拜2到拜2，也按到2的時間，大家全部就做得來到也貓里客家後院來了。那這個營業的時間係啲乜嘅時間？我哋早上9點到11點，下晝2點到4點。同我休息一下就按呢。對。好，故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有閒的時間聽說愛來阿喬媽的故鄉貓里來了，今日沈夢亮 V， 謝謝美丹姐，謝謝古老師，謝謝各位，謝謝沈夢亮 V 來到我哋節目現場。好，大家聽說愛記得來到來貓里行了了，先休息一下，等欣賞，好好來做運動了。